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 多倫多嘅全職地產經紀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2025年嘅樓市咧，的而且確唔係咁好 ，average 嚟講咧都跌咗10%嘅。哇！呢一個數字對於準買家或者業主嚟講，聽起嚟都心驚。嚟到2026年，準買家可能會諗：哇！2025年嘅樓價已經跌咗咁多，而家係咪終於到咗入市嘅時機？呢個 video 咧就唔會話俾你聽 yes or no， 今次就會分享啲數據俾大家。我哋講一講 condo 先，多倫多嘅 condo 咧，哇，今年真係相當地艱難，供應不斷咁增加，但係咧又冇咁大嘅需求，咁你個 supply and demand 而家都唔 balance 嘅，所以樓價係跌咗。根據 Remax 2025年1月至到10月嘅報告，多倫多地區condo 平均價格下跌5.1%，從2024年728350加元降至6913,008蚊加元，單位銷售量亦都係跌咗11.9%。最 update 嘅數據咧，都係2025年11月各地區嘅獨立屋基準價同去年比咧係有8% 嘅跌幅。華人最喜愛嘅地方 overall 嚟講咧，萬錦市平均價格跌咗10%，列治文山平均價格跌咗15%。咁點解樓市會跌得咁犀利呢？最主要都有以下幾個因素。第一，全球經濟不明朗，股票又唔生性喎。而家好多人嘅理念就係 cash is king， 佢哋未必會想將畢生嘅積蓄去投資喺一個不明朗嘅市場。咁其實最主要都係缺乏信心。另外就係有實力嘅移民或者留學生咧，佢哋而家都未必會願意過嚟加拿大，可能有其他國家或者城市更加適合佢哋。咁我哋其實加拿大係失去咗個競爭力。另外就係政府嘅政策，咁我當然希望政府會有啲新措施，真係可以幫助到加拿大嘅人同埋個樓市啦。因為當樓市一冧，其實你牽連好多嘢，建築 material、工人。而家有啲工人咧，佢哋冇飯開嘅喎，變成佢哋要依靠政府啦。咁其實政府嘅負擔更加大。地稅咧，政府應該呢1-2年收少咗好多地稅，嗰個 suppose 係佢哋一個 bigger income 嚟噶嘛，咁又少咗啦。咁不如我哋而家用個天平去評一評個 pros and cons。綜合以上嘅分析咧，咁我就唔會叫你買定係唔買嘅，但係可以俾你3個思考範圍。第一個就係問自己，你係需要定係投資？如果你係自住嘅需要，財務又 OK 嘅，計個數供得起，同埋諗住打算長住，我諗 at least 係5至7年以上，咁你都可以揾一個心頭好。投資嘅話呢，咁就記得啦。而家嘅風勢呢，真係唔係咁明朗，有少少唔穩定，所以一定要諗清楚，計好條數啊。第二個壓力測試。銀行咧咁一定會同你做個壓力測試嘅，但係我覺得咧，你不如幫自己去做一個更加極端嘅測試。咁你諗下喎，如果利率再升多少少，或者你突然間冇咗份工，你有冇能力仲可以 afford 得起個物業？第三，咁而家二手市場嘅房源咧就比較多，你嘅 bargain power 咧係重大㗎。市場永遠都係會有風險，亦都一定會有機會。最重要嘅就係用數據武裝好自己，記住唔好貪心啊！希望今日嘅分析可以幫助到你作出一個明智嘅抉擇。我哋今日係喺卡爾摩全新起好3房3廁2535尺雙車房屋嗰度拍攝。咁個交價咧就係 Major Mackenzie 同埋 Kennedy， 其實就喺 Angus Glen 社區中心斜對面真嘅 community。熟悉卡爾摩都知道佢哋用料係相當地好，廚房係配備咗雙式櫥櫃，亦都有玻璃櫃，全部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。Sub-Zero、Wolf 或者係 Bosch， 亦都有好多 cabinet。Breakfast area 同埋 family room 呢度咧，喺出邊有個 deck， 同埋佢呢一間屋係 back on 個保護森林 ，privacy 係極高。主人套房亦都有自己一個陽台。好大嘅 walk-in closet、double sink、shower、bathtub。
地面層係有洗衣機同埋娛樂室連接雙車房。呢一個 townhouse 係卡爾摩嘅尾貨，叫價195萬，琴日1月5號係賣出咗180萬，發展商係減咗15萬，恭喜個買家啦！如果你有唔同嘅睇法，或者你想分享你嘅見解，記得留個 comment 俾我哋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video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！